花莲县政府每一年拢会发生活物资券，予中价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。今年发放的金额为800提悬到1千，这个发放的对象嘛来扩大。结果有议员来质疑，讲县政府是伫个罢免部分期的敏感时刻咧挜钱。县府回应讲，这是考虑到物价飙起，甲4月初3低档后的整体状况，才来进行调整。花莲县长市政会无停卡走到各乡镇，花莲县府当伫咧发生活物资券，要互符合资格民众容易当收到。甲规场拍开，应付缤纷花蕊花草，这是要发予中价收入户，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物资券。今年若提悬金额为800调到1000，各议员这期发的人数有变多。这次的生活物资券有民众来反映，过去都没有领过，但是这一次他却收到通知单，可以去领取。在这个阶段，在这个节骨眼哦，那现在这个生活物资券的发放，当然大家会这样的连结。物资券是当年4月固定发的，2023年金额是600，2024年调到800，2025年搁一摆调悬到1000。根据社会处统计，今年拢总发23719份，数量和去年相同，会提悬金额。社会处安尼解说，其实物价也都一直飞涨。去年04、03地震之后，那其实这整体的状况其实都不好，对于弱势的民众来讲也是雪上加霜。所以就是说，对于说物资券的部分有微调。花莲有每年10亿元的矿石税，那当时也说要做很多的社会福利。那如果你只有调涨200，跟你一年收10亿元这样的一个课税收入，这样是不符比例的。就算县府强调物资券是为99年开始实行的社会福利，今年为4月2日开始发，使用到10月31日为止。伫咧这当中宣布调悬金额扩大发的对象，算嘛引起议员质疑讲，这感觉政治有关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